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2026屏东水饺王的大决赛。第一场正式来起鼓，有10大强队互相来拼斗，最后竟然是盐水猪肉水饺摕到冠军。 各种水饺来车拼，业者伫咧外表下真侪功夫，多彩外皮上到着啥人目，啊那有诶是用鸭料来争取认同。创作家己用心的作品，除了美食家，阁有民间真捌食的人来做试食评审，为口感、风味到创意，达关拢严格。前10强饺子的评比，经过大车拼了后，第3名是采用花饺，亚军是高丽菜水饺，啊那冠军是将为地性的 NC 猪肉水饺摕到宝座，用 NC 来包水饺，有影真特殊。蛮多人喜欢吃香菜，那他们应该就会很喜欢。特殊啊，比较新奇。我本身对香菜没有排拒。我嘛是找到这个业者来看冠军水饺的制作过程。甲 NC 独学油，想要做原比的比例是一个学问。业者透露，一斤猪肉就要配250公克的 NC， 才会当互香气甲口感拄啊好。CP 值很高，因为它的那个肉馅。 它的那个菜啊，香菜很满。打沙好的水饺是真饱甜，外皮阁透出清脆的鸭料，敢若看着互人腹倒枵。啊，那这个特殊口味的背后，其实阁藏老爸对查某囝的心意。本来是想说做韭菜还是剥皮辣椒口味的，但是他不吃辣，你做韭菜的我也不吃，我没有帮你试吃啊。那我说好吧。 爸仔囝拢爱食 NC， 即届规气甲 NC 摕来包水饺，研发出因专属的气味。毋若互人食一届就见条条，嘛伫即场比赛当中正出局，摕到冠军的光荣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